咁我喺農場呢度40幾年啦，咁經過好多個階段會係一個開始就係乜都唔識啦，咁就去認識一個康復者，同康復者一齊去工作啦。咁之後開始就到呢個中期嘅時間啦，開始就由呢個常規賽轉成一個有機賽呢個環境啦。咁啊去唔同嘅地方啦，好多嘅研討會啦，了解個有機耕作係乜嘢嘢啦。咁亦都去漁護署去學習啦，亦都去同一啲有機界嘅人士去跟佢哋學習啦，點樣去做一個有機啦咁樣。咁慢慢開始，我哋攞到啲經驗，開始就好啲啦，叫做初開放嘅時間，啲學員都未必知道菜去咗邊度賣嘅，於是我哋就組團去參觀。我新生活亦都有個社企啦，咁就去賣菜嘅，咁比其他一般嘅超市都好唔同嘅，令到佢覺得好開心。哇！原來我咁高檔喎，種啲菜出嚟，原來擺咗喺度賣嘅喎，咁樣令到佢哋有信心多咗啦。亦都係咁樣，佢翻到去農場之後就同其他嘅學員講啦，哇！原來我啲菜去咗第處賣嘅喎。咁於是乎佢哋覺得一個傳一個時間，大家覺得自己做咗係有辛苦得嚟係有結果嘅咁樣。其實農場呢個轉變其實就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，因為其實個空間大咗啦，啲建築物亦都新咗啦，學員嗰個心情好咗，期望都係希望除咗新鮮產品之外，亦都將一啲剩餘嘅農產品啦，成為一啲持久食用食物啦，譬如可能做植物啊，做一啲菜乾啊，令到我哋嗰啲學員嘅收入有所提升咯。因為咧，我哋知道有機種植咧，就我哋唔會用化肥啦，我哋係唔會破壞到周邊嘅一啲嘅生物啊，一啲微生物啊，影響到一個生物嘅多元性嘅。咁我哋仲有啲菜咧，食到健康好味嘅菜，對環境都係友善嘅。每一位農夫佢嘅經驗同埋佢有嘅知識都係好寶貴嘅，所以我哋希望就係可以將到大家嘅智慧經驗。可以用一啲數據啦，用一啲嘅資料庫，讓到大家可以係記錄咗先，俾到新嘅同事啦，或者其他嘅同事，讓大家一齊了解。其實原來呢個地方會點樣照顧，亦都隨住我哋有新嘅科技之後，喺一啲AI 啦，新嘅農業嘅科技、智慧農業咧，亦都可以好精準地種到更加多、更加靚嘅農產品，讓到更加多嘅同事、新嘅朋友都可以繼續去承傳呢一啲嘅經驗同埋資料落去。通常我喺呢個嘅 ecotourism 咧，就會幫手去做一個導賞員嘅角色，過程當中咧就講好多一啲有機種植嘅知識啦，俾佢哋知道其實咧原來要種一棵嘅菜咧係好多嘅辛勞咧，係真係粒粒皆辛苦嘅。我哋會做一啲嘅工作坊，希望咧等大家咧都會可以認識到生活上好多唔同嘅材料啦，其實我哋都可以用翻嚟係我哋做好多 upcycle 變成一啲有用嘅用品啊，同埋對環境都係友善嘅。我哋可以更加多推廣我哋嘅服務，更加多嘅人可以多啲入嚟去參觀，我哋可以多啲機會出去同人哋去做介紹，等大家嘅互動會更加多，一齊去參與喺呢一個嘅我哋復康啦，同埋參與喺我哋呢個環保嘅事業當中。當有人買我嘅菜，覺得我好開心。因為知道我哋自己有能力做到呢樣嘢咯，我自然翻到嚟農場之後，譬如感冒啊嗰啲剩咧，我係會好咗啲咯，會少咗啲，因為有啲喐動啊嘛，空氣又好，對身體又好咯。可以學到好多嘢咯，喺農場有導師教我，有導師指示教到我學收菜啊，學掹草啊，又學到犁田啊，又當我做得到又開心咯。種植嘅過程裏邊咧，佢係去照個植物，咁個角色係完全調轉嘅，咁當中係令佢好有成功感。咁我哋都好好彩啦，農場裏邊咧係請到好多係種植嘅專家啦，可以話。咁佢既要認識種植嘅知識技巧，但係咧亦都要認識康復者嘅特性喎。咁佢因材施教啦，可以話，亦都係分配合適嘅工作俾佢哋去合作。園藝治療咧，應該係一個經過規劃、有系統嘅安排嚟嘅。透過設計園藝嘅活動咧，去令到個過程裏邊咧係達到一啲治療嘅效果嘅。
咁可能係達到一啲社交嘅效果啊、身體操練嘅效果啊，或者同人合作啊、身心靈嘅效果都可以達得到。經過規劃過啦，我覺得係現代化咗啦。公眾人士嚟參觀嘅時候，如果佢係肢體方面係有一啲特別情況嘅，咁都我覺得係通達咗好多啦。